係凌晨3點，全世界都瞓咗，我仲對住發光嘅熒幕。雖然好攰，但我答應咗幫同事手，就一定要做到最好，執好每個 banner。呢份堅持就係我嘅專業。晨早8點半，我帶住一對黑眼圈，準時返到辦公室。我將通頂整好嘅心血交俾佢。當時我諗，同事之間嘅信任就係咁簡單，你開到聲，我一定撐你。我企喺走廊，個心好委屈，好火滾。我問自己，點解努力會被抹殺？但我深呼吸咗一下，我知道發火解決唔到問題。我要學識點樣令我嘅努力變得有價值。叫我幫手教人嘅時候，我學聰明咗。我依然會幫，但我會喺檔案上面清清楚楚寫低我嘅進度同記錄。我用最專業嘅證明話俾老細聽，邊個先係真正嘅核心。最後我明白到，偷翻嚟嘅功勞就好似肥皂泡咁，一篤就破。但係我練就翻嚟嘅技術，就好似大樹咁根深蒂固。今日我依然係嗰個 keep creating 嘅專業創作者。我嘅價值由我自己定義。第一，實力係帶唔走。第二，我哋有專業嘅態度，唔好以為要做一個便利貼嘅女孩。第三，留低記錄係保持專業嘅必殺技。我哋心存試煉，但係都要帶有鋒芒。多謝大家，歡迎大家點讚訂閱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，記得要開小鈴鐺啊！多謝各位，拜拜。